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届海葵风台加过中南部，讲这个葱啊是起一半。这个中华葱啊产量全国第一，所以这届风台受到大损害，产量大减5成，价数嘛对咧飙起，1公斤竟然是飙破到300块。还有高丽菜嘛是贵甲惊倒人，一粒竟然都要500块，婆婆妈妈话讲伤咸咯。啊，华视的记者嘛是地到风台的重灾区之一。高雄，讲这个高雄的蔬菜区，一寡拄啊附近的青菜，嘛因为一场的大雨，总乌有去，产量剩3成。我们这拔起来就烂掉，有没有？这拔起来都烂掉了。农友将葱啊挽起来，讲紧拢烂去啊，运到过雨，规大片的葱啊拢浸伫烂土内。这是中华保盐乡，是葱啊产量上济的所在。风台一日来保盐地区，时常咧一阵一阵的大雨，又搁出日头，致使讲葱啊的茎拢烂去，死规大片。之前会使收20捆，即马剩较无10捆，产量减上无5成。夏天呢，我真的很难种。你看病虫害那么多，然后又有台风来搅局，所以造成农民也是生产成本也增加很多啊。我们拔也拔少啊。木那葱啊，要高雄的青菜区，接连好几个台风的影响，您可以看到这里的很多蔬菜，现在全部都因此而遭殃，变成是无菜可收的状态。因为海葵风台高雄的青菜嘛真正咱有诶多福景尔，因为一场雨化为乌有，产量剩3成。雨继续落，复耕当然就会延后。产量少，价数就起，一日去菜市啊看，市场零售价数，葱啊1公斤已经起到309块，唔那葱啊尔，高丽菜价数嘛起到强要无人敢买。那个叶子还没有剥。大约嘞？大约500。一粒高丽菜提起来称，讲一粒要500块，民众感觉真正有够咸。那你想想，可能会等上几天再看看。风台过了后，菜起价，咱乡亲若想要食新鲜的青菜，恐惊都要加开袂少钱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